声音输入法 AI 声音输入法 Typelish。 其实易经就是数学，数学就是在探索宇宙的秩序，因为人也是宇宙的一环，所以人的生活生命并没有离开宇宙的秩序。声音输入法它就是一个动能，时常不断的运作比如说以太阳系来讲，太阳就是那个不动的恒星，它是属于阴的，那旁边的星球就不断的顺着太阳在这运转，这属于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卦象里面，乾为天，就是有6个阳爻不断代表不断的动，天是不断循环变化。这个变化中，当然有所谓的循环的变化，像春夏秋冬，也有所谓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像时间雨天，但也有所谓的突变像暴风雨。但在宇宙里面的彗星，它也是一种突变的现象。那这个有动中间一定有一个不动的安静就是这个循环中间的中心点比如太阳在太阳系里面的太阳恒星的这个恒星，以及我们车轮在动的时候，一定有个车轴是不动的。那这个不动，我们就用阴来代表。那大地当然其实它生命不断在运作的，但是我们很难去发现它。我们注重下去，它有地的能量，但是很难去发现，所以它是用阴爻来代表这个坤来代表这个地。那从动静里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做2个极端的代表。我们再来看这个中间的阳爻、阴爻的变化里面，如何产生人的生活生命的变化。那以八卦来讲，它就是2的3次方所以它是2、3段等于有8个现象。那以64卦来讲，它就是2、6次方，一共就有64种现象。用这样的2进位0于1的数学观念来探讨宇宙以及生活生命的实相，这是我们易经研究的一个内容。在电脑资讯网络的时代，数位 digital 这个观念对一般人并不陌生，但是数位到底是什么，就很少人真的认真去了解它了。其实数位就是一种宇宙之间能量的互动现象，我们经常称宇宙为混沌。这个混沌就是好几种能量，它的互相影响呢是平行的平行的。那如果简单用我们人类来解释的话，那人类最主要的感官神经是大脑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组织，那代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一共有6感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有我们身体的跟地心引力的平衡感。那这6种感官其实它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视听，如果互相共同产生作用的时候，效果可能更好。那如果我们在吃东西的话，一项色香味俱全。那如果有很美妙的音乐，听觉很享受的话，那会更觉得好吃。那如果能够坐在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个沙发里面或者这个有冷气，那空气也非常新鲜的时候，这个触觉又会产生我们对食欲的这种增进。所以这样感觉是综合性的影响，但是它也会互相排斥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很精彩的东西的时候，经常我们的触觉、味觉就会食不知味，就毫无感觉。那这种互相会有关系，又是平行的关系，跟互相会有排斥的作用，就是所谓的数位的作用。那这个数位我们用有关系叫做1，没关系叫做0，然后各种的互动，这样来了解，可以辨识各种变化可能产生的结果。那易经其实它所用的就是阴跟阳，阳是1，阴是0。那这样看的变化来观察各种宇宙中间的以及地球上的生命跟人类的生活的各种现象。这一段我们要探讨的是八卦跟64卦的组合。所谓的八卦，就是用3个爻来组成一个卦象，一共有8个就是2的3次方。那这个八卦里面，就是包括宇宙的8种元素。那这个八卦的重叠，就是8864。64卦来观察人类的生活生命的各种现象。以这个卦来讲，它叫天卦，它是由6个阳爻组成的。那如果八卦来讲，它是这个内卦跟外卦是各由3个阳爻组成的一个卦象。这个卦象叫做天，所以天是不断的在动的。所以天行健，君子不强不息。所以天道恒动，它不断的动的。那以地来讲，它是不动的，它是那个不动的，所以它由3个阴爻
来组成一个卦象。那重叠就是坤为地，所以地卦是由阴爻组成的。那以这样的变化里面，再出现所谓的水啊，这个水卦我们只看这个内卦跟外卦，它是中间是阳爻，旁边是阴爻。这个水呢，就是中间很强啊，看起来外表是很温和的，你让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什么。但如果它力量累积起来的时候，变成洪水的话，就无坚不摧了。这个水卦是内部非常强，代表是温和的。但是两个水重叠的话，在古代，因为对于这个船呢不是很方便，所以碰到水的时候就碰到各种困难，所以水两个重叠一起叫做坎卦，代表艰难的意思。那这个火呢，正好是跟水颠倒啊，它是本来是阴的就变成阳的，阳的变成阴的。那火是外表非常的明亮，但内部一定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看蜡烛，我们用手去切蜡烛中间的这个火是不会烫到的啊，太阳里面一样有黑点啊，所以当有明亮的非常亮丽的时候，它中间一定会出现虚弱点，这就是火。那因为两个火重叠在一起，就非常的亮丽啊，就称为离卦。那这个离卦离代表说，当你在最红的时候，其实它分离的这个因素已经产生了。所以火外表是非常非常滋热的，但内部有它的虚弱点啊，所以这个水跟火的这种特性。那我们再看这个卦是所谓的巽卦，也称为风卦。那这巽卦就是上面两个是阳卦，底下一个是阴爻。那这阴爻里面，有人讲说，这个巽就是木头，就是一个树木。那树木的种子在动，要突破这个大地的这个坚刻的硬壳，所以这代表一种树。那也代表一种风啊，这个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面，这个山洞里面的风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用巽卦来代表风，两个重叠就是一个巽，代表生命里面的无常啊。那这个如果把它颠倒过来，阳的变成阴的，阴的变成阳的，就所谓的震卦。那这个震卦又称为雷卦。我们看雷卦，就是在所有的阴爻里面，阳爻出现，我们所谓的金字，所谓的出雷啊，出雷一响，这个生命就开始又该冬眠的动物都醒过来了，大地开始有营养了，所以它称为雷是一种动力，是一种非常强的动力。但是两个雷叠在一起就非常的强烈，叫做震动。虽然是震动，但它其实它的基础还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一般来讲它是好像力量很强，但是力量很短啊，就像雷震一样。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卦象，这叫泽卦，兑卦也称为泽卦。那这里看出它是两个阳爻在底下，然后上面有阴爻，阴爻是一个变化，就好像一个湖水啊，有湖水在变化一样。那这两个湖泽叠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所谓的兑卦。那我们在湖边的时候，一般时候你心情都会看得很漂亮，很好啊，所以这个兑就是我们所谓的心悦诚服那个悦字一样啊，就你在湖边看起来心里非常的爽快，但是呢，你还是动不得的，因为它阻碍蛮多的啊，所以以前碰到这个湖泽，这曲折是危险之地，虽然它看起来很稳重，但它有一种内藏的危机在里面的。那再把它倒过来呢，阳的变阴的，阴的变阳，就所谓的三卦啊，叫艮卦。那这个三卦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上面是阳爻，底下是两个阴爻，那代表说这个里面有一些动向。那我们看出易经所代表是火山啊，火山是这个这样的现象，底下有能量的变化。那易经我们一般的探讨大概是冰河期以前的一个文化啊，所以用火山来代表这个艮卦，两个山在一起就所谓艮，艮就是直也啊，碰到山你就要停在那里。那这是所谓的八卦啊，八种物质的现象，然后重叠啊，就会变成各种24卦的64卦的现象。这一段我们要探讨的是易经的各种变化，所谓的错综复杂的变化。易是一个宇宙的真相，这个宇宙天道混动，诸法无常，是不断在改变。那因为这样改变太多，我们经常就看不清楚，所以就把它假设暂停下来，好像看电影，因为看不清楚就把它停格一样。这个停格就是挂，就把它挂在那个地方。那挂完了以后，你第一眼看过去那个现象里面一定是大象最清楚，所以我们称为卦象。那研究易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挂在那里。很多人卜卦以后啊，这个卦太糟糕，那怎么办呢？就天天在担心这个事是没有必要的。不管你出现好坏的卦象，最重要你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这个卦象怎么来的？就所谓的错综复杂。这个卦象怎么变化？我们运用动摇就知道所谓的知卦。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卦就知道。你这个雷卦啊，水雷屯，水在上面，雷在下面，好像这个动能刚开始就碰到艰难，所以
屯代表一个小草刚刚破土而出的这个现象，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机会，但也是充满了困难。那这个山水蒙啊，就是上面卦是山，内卦是水，那山下有很多的水，水气很重，所以就看不清楚。这两个卦大家注意看，从这样看是水雷屯啊，你看出来它是水，外卦水，下卦雷，把它倒过来，整个倒过来，就从另外一面看，从这一面看是水屯，从这样看呢，这个卦这样看出来就变成这个卦了啊。我们把它倒过来就知道，变成是上面山，下面水，变成水蒙，山水蒙。所以屯卦跟蒙卦，我们就称它为相中。相中就是一样事情，不同的立场，好像两岸的关系，大陆立场跟台湾立场是不一样的。来看这个中国问题，就好像是水屯跟蒙是相中的。那我们看天地也是一样啊，这个天卦，这个太卦就是地在上，天在下，那就是有能力的人为没有能力的人来服务，这时候一定是天下太平，所以国泰民安的。那中国来讲，以前就是探讨说，如果中央能够为地方来服务的话，采用地方分权的话，这个国家一定比较稳定。那颠倒过来啊，就好像天高高在上，地变成压在底下的话，这时候天气阴阳不相通，就变成痞卦，代表不通。这中央集权的话，经常会产生中国未来政治整个的分裂。这是我们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的智慧告诉我们。那这两个卦是一样，从这样看它是太卦，地在上，天在下，把它倒过来就变成这个卦痞卦。所以太痞也是相中的。中卦以后还有所谓的错卦，我们来看太痞的太卦跟痞卦。那这个太卦的阴变成阳了，阴的变成阳的，阳的变成阴了，就所谓的犬牙交错，好像狗的牙齿是这样交错在一起的。那如果以现实问题来讲，我们看出以台湾这样一个观点里面，它有国民党的立场，有民进党的立场，有新党的立场，这个所谓的错啊。这个错卦就是互相间目标是一样的，但方法可能不太一样，这就所谓的痞跟太是相错的，阴的变成阳了，阳的变成阴了，所有卦象都会出现这样的相错现象。那这个卦是一个暂停的假设，里面有很多，外面是一个外象，但里面的变化非常多，就所谓的互卦，互相的互。那互卦怎么代表呢？互卦是由这个内卦里面的第二爻开始，二爻、三爻、四爻变成内卦，以这个屯卦变成地啊，这个卦是地卦，变成内卦，然后再以内卦最上一爻就是第三爻三四五这个爻变成外卦。那如果屯卦的话，下卦就是内卦就是地卦，然后外卦呢它是艮卦，就是三卦，变成三地，所以这个屯卦里面的互卦就是所谓的剖卦。也就屯卦的时候，你必须把剥就是剥解的剥，把东西剥掉，你必须把这个困难危险把它拿掉，你才能真正的发展。这所谓互卦，就是卦象里面的内部的一种变化。那像以这个蒙卦一样，它是2、3、4是雷卦，然后这个3、4、5是地卦，那变成地雷就是互卦啊。所以蒙卦的时候，它里面有你必须从头开始，所以蒙卦我们叫启蒙，是教育卦，你必须从头开始，这所谓互卦。那卦里面还有所谓变卦，它就会产生变化的。比如我们在卜卦的时候出现的所谓的6个数字跟9个数字，6是所谓的阴极阳生，9是阳极阴生。比如说我们在天地卦里面，天地太卦、地天太卦里面呢，上爻变了，那这时候可能会出现所谓的3跟天，这所谓的大系之卦，那就所谓的支卦。那研究卦象，除了了解这个中卦、错卦、互卦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外，我们要看到这个卦象可能的变化啊。所以孔子告诉我们说，最重要是卦支，这个卦会变到哪里去？不是支卦啊。我们一般在算命都会谈到，我这个卦会变到什么样的卦，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所谓的支卦，到达一个固定的目的。但孔子认为说变化非常多的啊，特别易经这个阴阳变化其实也不止6种，它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卦支，就这个卦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这样来观察的话，我们就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各种现象有一些启示的一些发展，那对我们未来的思考也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对这种卦象的理解。64卦里面其实
只有60卦是在探讨人生、生命跟生活的关系，里面有4个卦，它是卦的本质。以这个卦，乾卦跟坤卦，乾是纯阳爻卦，坤是纯阴爻卦，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易的本质现象啊，全部是阳的或全部是阴的，所以这2个我们要彻底了解，才了解它的精神呢，才了解易经的变化。最后63跟64卦，它所描绘的是一个生命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既济卦跟未济卦，上面是水，下面是火，水往下流，火往上升，阴阳调和，就所谓的既济，也就生命已经完成了。但生命完成以后，易经认为天道恒动，诸法无常，所以生命完成以后，其实是变动的开始。所以三位演义的第一句话，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当你统一的时候，也就是分裂的开始，分裂就要追求统一，这是一个既济未济不断的循环现象。所以既济完了以后，就会出现未济。那未济是上面是火卦，下面是水卦，火往上升，水往下流，互相阴阳不调和，所以又是一个生命的开始。那这2个就生命里面是不断的达到了一个调和，马上要进入不调和，所以它这个循环的现象，必须要不断的经历这个循环现象，好像生老病死。生命是好的，但也一定要有死亡，没有死亡也就没有生命。当我们早上起来，一定晚上要睡觉。有时候我们要生病，生病其实在警告我们身体的机能有哪些需要值得注意的。年老了，年老是生命整个的变化，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不好，它代表我们要去理解它，接受它。那时候我们经历生老病死，经历喜怒哀乐，经历悲欢离合，这一些就是既济跟未济不断的重复，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圆满人生、圆融人生。就用这2个卦象可以做个了解。那以本质来讲，它就是乾跟坤。以乾卦来讲，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它第一爻叫做潜龙勿用啊，就是我们这样的一阳人，虽然是需要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太表现的话，锋芒毕露的话，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越有学问的人，越有内涵的人，越不要过分的表现。跟我们现在的西洋的这种思考方法说，一定要表现，正好是颠倒。那中国讲这个潜爻刚开始叫潜龙勿用，这么好的才华，一定要内敛，内敛你才能好好的发展。那慢慢你已经有足够力量，到第2爻就所谓现龙在天啊，就你可以开始慢慢表现出你的能力，表现出你的才华。但是只要进入第3爻，你从内爻想要往上表现的时候，就慢慢会出现困难了。所以3爻叫做终日浅浅，就你要表现的话，那你就要非常谨慎、非常慎重，并且不断的去努力去表现，从早上攻到晚上啊，这就终日浅浅细肉体，非常的努力。那到外爻的时候，第4爻叫或跃在渊，就它会有一些机会，但这机会里面充满了危险，所以一般第3、第4我们称为不三不四啊，不管是乾坤，这个东西要特别注意的。第5爻是我们整个卦象的中心爻啊，所以在乾爻叫飞龙在天啊，就是这个能力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表现最好的时候。但是如果表现太高的话，隐而满之呢，就会造成困难。所以第6爻就是亢龙有悔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在运用阳人的时候，必须要每个阶段的了解要特别的注意，像特别中间这个注意，上面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但在易经卦里面，我们看到说，所有的60卦里面，并没有所谓的用，只有乾坤有用，也就是这个是一个易经的本质卦。所以你如果用乾的话，它就群龙无首啊。这群龙无首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协和在一起，不是说要谁指挥谁或谁表现谁。但也有人解说，所谓群龙无首，就是你必须用生命来运作，用整个身体、整个全生命来运作，不要只用思考，不要只用大脑啊。所以易经在用乾的时候表现的时候，必须要很慎重，不要说只是一味用自己的思考，一定要去达到啊。所以易经在用乾卦的时候，叫做群龙无首啊，这个是乾卦的一个意义。那坤呢，它是一个理解的力量，是一个这个比较安静的力量，所以这个第初爻叫做履霜坚冰释啊，就是你的踏到霜的话，代表严冬就要来了哦。那这延伸到上面，它如果坤到中间的时候，就这个中间第3、第4也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中间的时候像黄山原籍啊，这黄山原籍就代表说你可以无为而治啊，不要管太多事情，心保持安静啊，这样这时候这个坤的精神就会发挥出来了。但如果忍到极点的话，到最后一定龙战绿野啊，就走6爻的这个卦辞，爻辞龙战绿野，其水炫华，就是说你忍到最后点的话，一定要造成内斗
所以你用乾用坤要懂得这个精神。那用坤的这个坤卦的用六的利永贞，就是你因为你的忍，因为你的保持这个无为呢，可以把这个比较稳定正确的态度可以表现出来。那要懂得用乾跟用坤，用天跟用地，用阳跟用阴的道理的话，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易经中的变化。其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卦象里面，乾为天，就是有6个阳爻不断代表不断在动，天是不断循环变化。这个变化中，当然有所谓的循环的变化，像春夏秋冬，也有所谓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像晴天雨天，但也有所谓的突变像暴风雨。但在宇宙里面的彗星，它也是一种突变的现象。那这个有动中间一定有一个不动的安静的就是这个循环中间的中心点比如太阳系里面的太阳恒星的这个恒星，以及我们车轮在动的时候，一定有个车轴是不动的。那这个不动，我们就用阴来代表。那大地当然其实它生命不断在运作的，但是我们很难去发现它。我们输送下去，它有一定的能量，但是很难去发现，所以它是用阴爻来代表这个坤来代表这个地。那从动静里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做2个极端的代表。我们再来看这个中间的阳爻阴爻的变化里面，如何产生人类生活生命的变化。那以八卦来讲，它就是2的3次方所以它是2、3段等于有8个现象。那以64卦来讲，它就是2、6次方，一共就有64种现象。用这样的2进位0于1的数学观念来探讨宇宙以及生活生命的现象，就是我们易经研究的一个目的。在电脑资讯网络的时代，数位 digital 这个观念对一般人并不陌生，但是数位到底是什么，就很少人真的认真去了解它了。其实数位就是一种宇宙之间能量的互动现象，我们经常称宇宙为混沌。这个混沌就是好几种能量，它的互相影响呢是平行的平行的。那如果比较简单用我们人类来解释的话，那人类最主要的感官神经是大脑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组织，那代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一共有6感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有我们身体的跟地心引力的平衡感。那这6种感官其实它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视听，如果互相共同产生作用的时候，效果可能更好。那如果我们在吃东西的话，一项色香味俱全。那如果有很美妙的音乐，听觉很享受的话，那会更觉得好吃。那如果能够坐在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个沙发里面或者这个有冷气，那空气也非常新鲜的时候，这个触觉又可以产生我们对食欲的这种增进。所以这样感觉是综合性的影响，但是它也会互相排斥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很精彩的东西的时候，经常我们的触觉味觉就会食不知味，就毫无感觉。那这种互相会有关系，又是平行的关系，跟互相会有排斥的作用，就是所谓的数位的作用。那这个数位我们用有关系叫做1，没关系叫做0，然后各种的互动，这样来了解，可以辨识各种变化可能产生的结果。
那易经其实它所用的就是阴跟阳，阳是一，阴是零。那这样的看的变化来观察各种宇宙中间的以及地球上